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的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会了解。台南市长黄伟哲甲网红丁丁3日来到朝兴客灵中心进行中秋关怀活动，近100名万生以及工作人员热情地甲黄市长合唱《爱拼才会赢》这首歌曲，场面温馨热烈。同时，为了协助新疆团体销售月饼礼盒，黄伟哲甲丁丁2个人，阁特别变身成为高点财富，现场制作月饼。非常的开心，能够来到潮兴慈善基金会，来跟我们的大胃王丁丁一起来为蛋黄酥还有我们的月饼的销售一起在努力。那事实上，经过丁丁的加持，这个蛋黄酥都已经完售，而且超前进度。但是呢，台南市政府我们本来要卖的22000盒这些月饼给这个社会福利团体、慈善团体，我们还要努力加把劲。人家都已经这个完售了，我们还在努力中。觉得吃起来蛮不错的，而且就跟一般来说，其实是吃起来差不多，而且价钱也蛮便宜。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需要吃月饼的话，就是又可以做爱心，然后就可以订购他们的。我觉得这是真的蛮好吃的。台南市社会局表示，今年的中秋礼盒原本有价要达到22000盒的销售目标，但到目前只卖出17000外盒，距离目标阁需要5000外盒才会当达标。社会局强调，新疆机构销售的礼盒不只是用来回馈新疆朋友，另外嘛会当帮助新疆机构提升照顾品质。希望社会大众会当发挥爱心，民众若有订购意愿，会当向台南市社会局官网查询。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了庆祝93军人节，台南人民之家甲台南乐透歌友会联合主办的“著名有爱进军联欢”活动，现场除了有歌友会成员早来一首首的怀旧歌曲，甲人民阿公阿嬷同乐以外，同时嘛邀请到跳大师廖胜芳总菩萨到场料理美食，以及爱心单位免费为人民之家的长辈迓零，感谢因过去对着国家的贡献。办这个节目很好啊，我们军人嘛愿意自己吃了就算军人很重视这个退伍军都会来了，都会来参加了，都会来了，对。乐透歌友会团长刘青田表示，过去因为有国军的牺牲，台湾即马才会当享受到民主自由。为了感念人民的付出，特别结合真侪间的民间团体，比如是退伍军人协会、安平救国团、旗袍协会以及跳大师等，做伙来到台南人家陪伴长辈欢度军人节。今天来的歌手连我总共有30位，真的是破纪录的。我们在2年内呢完成了100场。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散播欢乐，散播爱，让伯伯很高兴。我记得几乎每一场都有伯伯表演完了之后他会问说，你们下个礼拜可不可以再来？所以我们都觉得蛮感动的。台南民家表示，政府为了感念身贤心力、保卫国家的牺牲奉献，每一到93军人节这天，拢会举办各种庆祝活动，借此呼吁各界爱牢记这段历史，缅怀国军奋战的精神。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议员徐友仁认为，人民有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加上市府掌握公部门的资源，会用透过公务系统或者是媒体加强厘清事实。不过去年10月，因为陈志孝教授向媒体来投诉，市府认为是不实的指控，因此市府提出刑事加重的诽谤罪。伫无向地检署提出告诉，而是直接委任律师来自诉。到目前，律师费开了120万，认为根本就无适当，而且差一点甲法制处的社保官引发辩论。你用刑事加重诽谤罪来自诉，去浪费我们政府的一个法律的一个费用，
另外，我们还提出所谓的民事的维护民意之诉。那你的目的是要干嘛？要求陈志小教授提出一个道歉吗？为什么是提出注释的方式来诉讼，而不是向台南地检署提起告示？公法人其实他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他的权利上面各方面，其实他是公法人的话，他跟自然人具有相同的一些权利。这我了解啊，但是你有政府资源呢？陈志小教授如果去请律师，他是要自掏腰包哎。今天政府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对不对？今天如果说是因为人民强占土地，对不对？你们去提出诉讼，希望能够采取强制的行为，或许可行。但是今天只是为了一个诽谤的一个问题，要求的是你用破天荒自诉的方式来做处理，这从来没有过哎。现场董事人陈志孝虽然嘛到场说明，不过为了避免冲突，甚至模糊焦点，议员嘛多处制止董事人的发言，为避免滥用国家的诉讼资源，议员建议妨害名誉的起诉率增加，应该爱除罪化，建议市府爱撤回。若无，向认为名誉受损，就应该由个人来负担诉讼的费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液化气体燃料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陈胜男表示，咱市因为雅士市场竞争激烈，加上有心人士企图垄断市场，已经有40多间雅士行陆续被分赃厂收并。但理事长为了对抗市场垄断，伫南区永庆路成立台南市规模上大的雅士都市场，这间市场嘛小有成就。但理事长为了回馈社会，民众即马只要提供加收证明，或者是做出证明，就当用上优惠价格买雅士。看到一寡弱势人吼，拢无钱入啦，吼，所以讲我拢做公益来互大家吼，去刷个心，送到所有人去减下落地是互人看人可怜啦。所以讲这回我做即间开4年外吼，已经有小可有成就啊啦。有成就，我想做一个公益，互大家。祝福大家啦，哦，来互这弱势人，哦，加这细厝的人，哦，咱就成本拢卖趁，来优待好啦，做一个善事啦，哦，来适当的优待，哦，适当的优待，然后大家帮助这弱势家庭，哦，我的意思是要行这条路，哦，因为我是用做世界理事长啊，哦，做世界上这个伫台南市，因为我做30-40年啊，所以讲我的所有的经验，我就是讲。要弱势，遮济弱势，我来卖趁。老岁数的证明啊，哦，若是讲你若是讲平民，你若平民的下单，拢会当优待，哦，拢是照我的价格，一支减250块，哦，全省无一款。但理事长有感当今物价悬，经济搁歹，伊一直关怀弱势生，帮助困苦的家庭。而且，这个公益活动为即马开始，一直持续举办到明年10月底为止。欢迎有需要的民众向台南市液化气体燃料商业同业工会询问。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成功大学为了培养更多具有竞争力的高级人才，今年的新生训练，首次将新鲜人成长活动甲研究结合，
让大一新生提早了解研究对着学习所带来的意义，并开放校内上百个实验室以及研究中心，予新鲜人参观，鼓励学生培养创新的思维，迎接未来世代的挑战。创新才能够带动文明的改变，创新才能够产生新的经济机会，创新某种程度也在规划或者建构下一个世代生活的样貌。这里面从食衣住行娱乐都有相关。也许你做的可能只是当中生物分子的一部分，也许你做的是另外一个要驱动的系统，也许你做的是不同的建筑体所可能利用的材料，或者它跟城市的关系，也许你做的是将来大家要享受娱乐或者是交通的各种方式。今年的大一新生陈玉景以及叶佩贤两个人因为参加成功当大人新鲜人成长营活动，所以有机会会当提前参观精湛医疗器材科技中心，亲身感受成功大厦的研究环境甲学术资源。参观实验室的几个经验，让我想到呢，以后呢，如果我有相关的需求，也可以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呢去请教里面的师长，找到我要的资源。学校表示，会当正立成功大学就读学生，拢是一时之选。科技部108年度大专学生研究计划，成功大学得到审核件数就138件，居全国第2。未来也将持续引导学生了解研究甲技术创新，为社会带来更较好的发展。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秀传医疗体系副总裁。当时嘛是台南市立病院简单肠胃科的魔连瑞医师表示，慢性死性肝炎会造成肝硬化、肝癌，缩短病人的生命。过去治疗需要做干扰素合并口服药，不过副作用大，治疗率嘛无悬。一直到3年前，新型的口服抗病毒药物上市，卫福部伫2017年开放健保有条件来给付，并且推动4间的封治计划。市府根据行动病院的资料推算，选伫6甲区盛行率上悬来开办特别门诊。一年多来，总共103人完成治疗，而且治疗率高达8%。病人还有一些知道有感染，但是他没有症状，他不想治疗的也有哈。那还有已经知道了在基层诊所，但是他没有转介。好，那没有转介的原因哈，其实有蛮多的哈。那这个待会再说好了哈。那解决的方法就是说哈，政府与民间的医疗哈，要尽快再把一些筛检能够筛检得出来。那这个部分我们台南市的卫生局哈，其实做得很积极哈。我们目前的筛检率的涵盖率哈，根据那个陈科长给我资料是大概有30几%了哈。伫9月初完成6甲区外展4型肝炎最后一间门诊以后，未来将选伫桂林区卫生所来举办，提醒民众配合疗程就近治疗，就用早日摆脱肝病危害。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新任院长李梦志表示，其实衰弱症毋是病，不过衰弱容易造成长者的跋倒、失灵、失智，甚至引发忧郁症等后遗症。而且研究嘛发现，有衰弱症的长者死亡率比无衰弱症高达3到5倍。因此，院方今年推出抗衰弱1条龙的服务，规划老人对居家、社区、门诊、大院到出院的完整服务，并且伫上午举行启动仪式。什么是衰弱？什么是衰弱？简单说，各位朋友，你若行路较慢，食物件较慢，行动较慢，行路较慢，对代志无兴趣，你就衰弱啊！抗衰弱1条龙的服务，来确保我们的长者他能够避免或是延缓他失能的发生。那我们全院总动员跟副市长还有我们贵宾我们在场的团队大家报告，我们全院有13个科室，包括中医、复健、营养、社工，我们所有团队都动员起来，资讯室来为这个活动做出最好的准备、最好的安排。包括副市长许玉田、社会局长黄志忠，以及新台病院的主任秘书杨怡清，拢到场出席，并且实际参访抗衰老中心加综合门诊。
对门诊的评估、复健、到市内里的训练等，希望长者能够活得健康有活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